城大人文社會科學院顧名思義就係提供優質且廣泛嘅人文學科同社會科學課程。想知道更多，跟我嚟啦！人文社會科學院以創新、專業、探索嘅精神，培養學生成為具有卓越素質、批判思維、人文素養嘅專業人才。現時學院轄下分別有中文及歷史學系、媒體與傳播系、英文系、翻譯及語言學系、公共及國際事務學系、社會及行為科學系。人院亦提供唔同嘅海外交流計劃、實習、獎學金俾學生，讓學生擁有廣闊嘅國際視野同探索機會。而我就讀嘅中文及歷史學系，亦都提供一個多元且跨學科嘅課程方向，讓學生能夠擁有豐富同多角度嘅學習機會。喺中文及歷史學系，同學可以選讀中文或者歷史與文化遺產作為主修嘅專科。除此之外，學系亦都提供一系列活動俾我哋參加，例如文學散步、人文景觀考察團、師生茶聚等等，讓同學可以透過活動擴闊眼界、結交良朋。如果你對語言、文化、歷史、哲學、美學、文化遺產等嘅方向有興趣，咁中文及歷史學系會係你嘅首選。